姊妹大家平安，今日是2024年8月24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34篇15节到22节，约书亚记22章21节到34节，路加福音11章第5节到13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的怜悯。上帝诫命是基督徒应当爱遵守，违背上帝诫命的就需要家己去面对家己的使命甲苦难。特别是家己若选择去敬拜偶像的人，不但无法度得到偶像的保守，也因为离开上帝的道路，失去上帝的保守，甚至会引起上帝的受气。路边人、加德人以及玛拿西半个支族的人受到咒诅，因为因住伫这个约旦河东岸外邦的地区，也因为去做一个祭坛真大，伫遐来敬拜。互人感觉讲，因是要伫迄个所在来敬拜偶像，但是因的回答却是为着要敬拜上帝。这个解说也详细得到祭司、非尼哈甲正领袖的谅解。约书亚记22章21节到34节。路边人、加德人、玛拿西半支族的人，因以色列宗族的时代讲：大权能的主上帝，大权能的主上帝。伊知，阮以色列嘛知，阮若有背叛，还是背逆上主，今仔日就互阮死。阮若为着家己去祭坛，起头无对上帝，额头无对上帝，也是伫坛顶献烧化祭、素祭、平安祭，愿上主甲阮刑罚。毋过阮毋是安尼，阮做即个代志是惊了有一日，恁的后代对阮的后代讲，恁甲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有甚物关系啊？上主设这个约旦河做恁甲阮中间的界界，路边人、加德人，恁无权通做上帝的子民。安尼，恁的子孙会害阮的子孙无搁敬畏上主，所以阮就决定要为家己起一座祭坛，毋是为着献烧化祭，还是其他的祭。是为着阮伫恁甲阮以及恁的后代甲阮的后代中间做证据，阮通伫上主的会幕献烧化祭、平安祭甲别款的祭来服侍伊，才免伫恁的子孙将来对阮的子孙讲，恁无权做上主的子民。所以，阮讲将来，阮若对阮还是阮的后代安尼讲，阮通因讲，恁看阮列祖起的祭坛，甲上帝的祭坛形体完全共款，是为着要献烧化祭甲其他的祭，是为着要做阮中间的证据。今日阮绝对无有即个意思，要伫上帝，阮上帝的会幕前的祭坛以外，搁另外起一座祭坛，献烧化祭、素祭，甲其他的祭来陪伴上主，额头无顺趁伊。祭司非尼哈甲会众的领袖以及伊做伙去遐个以色列宗族的时代，听到路边人、加德人、玛拿西人所讲的话，就拢真满意。
这是伊利亚撒的囝腓尼哈对路边人、加特人甲马拿西人讲：今仔日愿知上主甲咱同在，因为恁无犯这个悖逆的罪来得罪伊，恁实在有救以色列人脱离上主的刑罚。这是伊利亚撒的囝腓尼哈甲遐的领袖离开基列地区的路边人、加特人，倒去迦南地以色列人遐，甲因报告这个事，以色列人拢真满意，就称赞上帝。无过提起要攻打路边人甲加特人，毁坏因徛起的地。路边人甲加特人就甲这个祭坛叫做见证的坛，是讲这个坛伫咱中间见证上主是上帝。这个原本出自误解的代志，经过彼此的沟通了后，得到接纳。让咱也看到以色列人甲上帝的慈爱，互以色列拢得到保守。也亲像耶稣基督甲门徒所讲的，上帝不但用伊的慈爱来疼人，不但嘛无有分种族，更加是全世间的上帝。路加福音11章第5节到13节，耶稣基督对门徒所讲话。耶稣阁对伊的门徒讲：恁中间什么人有半暝去朋友遐，甲伊讲，朋友，请你借我3块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旅行来到伫阮遮，阮无物件通请伊。你的朋友会对厝内因讲：莫甲我吵，门已经关，我甲囡仔倒伫眠床伫困啊，袂通起来摕互你。我甲你讲，虽然迄个人袂因为伊是朋友起来摕饼互伊，嘛会因为你迫切恳求起来摕所需要的物互伊。所以我甲恁讲，求就会得到，找就会找到，拍门就要甲恁拍门。因为求的就得到，找的就找到，拍门的就甲伊开。恁中间做老爸的，甲伊的囝，甲恁讨鱼兼会掠蛇互伊，或者是甲恁讨卵，恁会掠其他虫来互伊。恁虽然歹，也会晓摕好物互恁的囝儿，何况是天父，一定会将圣神赐予对伊祈求的人。上帝是慈爱，伊是找到就找求就找到，拍门就开门，祈求就得到，迄个慈爱的上帝。诗篇34篇15节到22节，上主目睭看顾义人，伊会耳孔听因的祈祷。上主对做歹的人辨面，对世间撤销因的名。上主听义人的求叫，救因脱离一切的艰难。上主亲近心灵破碎的人，拯救心痛悔的人。义人有真济的苦难，毋顾上主救因脱离。上主保全因拢总的骨头，一支也拢无拍子。罪恶会害死歹人，怨恨义人的会受到定罪。上主救赎伊的仆人，我靠伊的人连一个也拢袂受定罪。恳求主赏赐怜悯互阮，亲像耶稣基督甲门徒所讲的应允。求主帮助咱坚持军队，诚心敬拜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